后来乡亲早年就是婚林北港的灯会上出名。婚林县政府伫北港圆环举办10大灯区启灯的仪式，阁有精彩的表演甲市集。 2025的北港灯会人工绕境自正月24过年进前就大型启动，向全国的游客来北港定行村、北港圆环嘛，伫咧2月初3暗时正式启动。活动期间拢会有艺文活动，是真精彩。从我们朝天宫的主灯，一直到我们的武德宫、义民庙，还有最重要，我们沿思起这个圆环北港的登记所，还有水稻头文化园区，以及我们北港的服务中心每一个灯区呢都是有在地的特色。这个灯会主题是传承、创新、永续，嘛结合婚林在地特色。希望呢，透过从这个农业永续到文化永续以及环境永续，让大家来到北港的这个灯会，感受到我们就是以农业县的这样的一个特质。这个展期到2月14，北港朝天宫嘛，伫咧2月11有元宵暗会，欢迎大家做回来赏花灯游北港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